大家好，今日我哋要傾一本好有趣嘅書，叫《空腹力》，作者係日本嘅石原結實醫生。現代人成日都講食啲咩先健康，但呢本書反而叫我哋諗下，唔食嘅時間唔係叫你捱餓啊，而係點樣喺飲食入面留白。我哋一齊嚟睇下啦。點解要講空腹呢？其實現代人最大嘅問題，往往唔係冇嘢食，而係食得太多，由朝早食到宵夜，腸胃根本冇停過。大家試下諗下，你每日最長有幾耐係完全冇食嘢？係咪得瞓覺嗰幾個鐘？身體其實都需要休息時間㗎。先介紹下背景，作者石原結實醫生喺書入面用咗好多自然療法同佢自己嘅斷食經驗嚟講健康。本書有8章，講空腹、體溫、運動等等。不過要提提大家，我哋睇呢本書嘅時候，要明白呢個係作者嘅觀點。遇到健康問題，都係要保持科學同醫學查證嘅態度。本書嘅核心命題好簡單，作者認為好多現代病都係因為食太多、喐太少。所謂空腹力唔係叫你死忍肚餓，而係有意識咁安排一段唔食嘢嘅時間，配合埋適當運動同保暖。重點唔係唔食，而係點樣重新設計進食嘅節奏。人類點解可以應付空腹？其實喺漫長嘅歷史入面，人類大部分時間都係食唔飽嘅，所以身體進化出一套機制，喺冇嘢食嘅時候都可以維持血糖同體力。但現代社會突然變成日日大魚大肉，我哋嘅身體機制未必適應到呢種長期熱量過剩嘅狀態。我哋而家身處一個營養過剩嘅時代，行出街周圍都係高熱量食物，但係我哋嘅體力勞動就越嚟越少。加上年紀大咗，新陳代謝慢咗，但食量又冇減。作者覺得食得太多就係好多現代健康問題嘅起點。書入面將內臟脂肪同代謝問題拉上關係。其實最重要嘅唔係你一餐食少幾多，而係長期嘅能量收支。如果你每日食入去嘅卡路里多過你消耗嘅，就會儲存成脂肪。所以我哋要留意嘅係整體嘅代謝負擔。有時你覺得肚餓，其實未必係真係需要食嘢，可能只係夠鐘食飯，或者聞到香味，甚至係因為壓力大，加上我哋食得太快，個腦未收到飽嘅信號。所以下次想食嘢之前，停一停，問下自己有幾餓，由1到10分打個分先。書入面成日提到血液不正呢個字，呢個係作者用嚟解釋代謝負擔嘅概念。佢認為食太多唔做運動，壓力同怕凍都會導致呢個情況。不過要留意，呢個係作者自己嘅理論框架，唔係正式嘅醫學診斷名詞嚟㗎。好多時我哋食嘢係因為壓力，食完嘢覺得有安慰，但之後又會攰，唔想喐，唔喐就更加冇精神，形成一個惡性循環。其實呢個唔係你意志力唔夠，而係一個習慣循環。我哋要學識點樣打破佢。好多人聽到空腹就以為係捱餓，其實兩者好唔同。捱餓係被逼冇嘢食。空腹係你有意識、安全咁安排一段時間唔食嘢。斷食亦都唔係越來越好，最緊要係睇你自己嘅身體狀況，安全第一。作者覺得空腹有好多好處，例如可以改善精神、幫助排泄，甚至話同免疫力、長壽有關。不過我哋要明白，呢啲主張喺科學上嘅證據強度未必一樣，所以大家聽嘅時候，當係作者觀點，參考下就好，唔好當係治病嘅靈丹妙藥。空腹力嘅重點，除咗食啲咩，仲有幾時食。縮短每日食嘢嘅時間窗口係一個好方法，不過喺食嘢嘅時候都要注意營養夠唔夠，千祈唔好因為忍咗一陣之後就暴飲暴食當獎勵自己，咁就本末倒置啦。書入面提到好多斷食療養所嘅個案故事，呢啲故事睇落好神奇，好有啟發性，但我哋要識得分辨個案故事唔等於嚴謹嘅臨床醫學證據。睇嘅時候可以諗下，呢啲人除咗斷食，係咪仲有改變其他生活習慣呢？如果你真係試過較長時間嘅斷食，復食呢一步非常重要。腸胃休息完唔可以即刻大魚大肉，要慢慢嚟，由容易消化嘅食物開始。如果斷食時間長，最好有醫護人員指導，安全最緊要。咁具體可以點做呢？書入面最推介嘅係半日斷食法。簡單嚟講就係拉長晚餐到第二朝第一餐嘅時間，作者建議可以食少啲早餐，目的係令你容易啲維持一個有規律嘅空腹節奏，唔會覺得太難跟。
如果朝早唔食正餐，作者建議可以飲胡蘿蔔、蘋果汁或者生薑紅茶，呢啲算係比較輕量嘅選擇，等腸胃唔使咁辛苦。不過要記住，果汁入面都有糖分同卡路里，嚴格嚟講唔算係完全空腹㗎。朝早食少咗，晏晝點算？最忌就係晏晝猛咁食補素，午餐應該保持適量同均衡，多啲蔬菜同蛋白質。食完之後，可以留意下自己下晝嘅精神狀態，係咪反而集中咗？夜晚嗰餐可以食得滿足啲，但都唔好食到太飽。另外，食完飯同瞓覺之間要留翻啲時間消化，千祈唔好覺得我朝早冇食，夜晚可以食翻夠本，咁樣就失去咗空腹力嘅意義啦。如果你想試下，可以一步步嚟。第一步，戒咗宵夜先；第二步，將早餐推遲少少；第三步，少食零食，專心食好正餐。最後，記錄下自己嘅感覺，睇下身體有咩變化，呢啲都係好溫和嘅嘗試方法。除咗食嘢，作者好強調體溫，覺得怕凍係好多病嘅根源。佢建議多啲保暖同做運動。不過醫學上怕凍可以有好多原因，如果真係異常怕凍，最好都係睇下醫生，檢查清楚。日常保暖其實好簡單，着夠衫，得閒浸下浴，放鬆下，但唔好為咗所謂嘅排毒去焗桑拿，焗到脫水啊！保暖係為咗令自己舒服啲，唔係用嚟醫病㗎。做運動唔一定要去專房嘅，作者覺得行路就係最好嘅開始，唔使買裝備，返工放工行多2步就得。建議大家食完飯之後行個短圈，幫助消化之餘，又可以喐動下。除咗行路，下半身嘅肌肉都好重要，大髀小腿夠力，行路都穩陣啲。大家可以喺屋企做啲簡單動作，例如扶住張凳做下深蹲，或者坐低起身，慢慢鍛煉下半身肌力。書入面有講到食物分溫熱同寒涼，建議食多啲當做蔬果同發酵食物，呢個係自然療法嘅觀點，大家可以參考下。但同樣地，唔好將呢啲體質分類當成西醫嘅診斷，食少啲唔代表可以求其食，份量少咗更加要講求質素，一定要食夠蛋白質同蔬菜。健康唔係淨係睇磅數，仲要睇你夠唔夠精神，瞓得好唔好。有啲人係唔適合隨便試斷食㗎，例如大肚婆、小朋友或者本身有長期病患、食緊藥嘅人。如果唔清楚自己適唔適合，一定要問咗醫生先，安全最緊要。試嘅時候，如果覺得頭暈、飆冷汗或者覺得好焦慮，呢啲都係身體叫你停嘅信號，唔好死頂，即刻停低。有需要就揾醫生幫手，將空腹力融入生活，唔係要你做極端挑戰。由戒零食開始，慢慢建立規律嘅飲食時間，配合好嘅睡眠同運動，最緊要係揾到一個你可以長期維持嘅節奏。總結嚟講，空腹其實就係俾身體一個留白嘅空間，唔好以為食得多就一定好。真正嘅健康係要覺察自己嘅習慣，適度節制。大家返去諗下，有邊個無意識嘅飲食習慣，你係可以今日就開始改變嘅呢？多謝大家。